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4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暗伫面册铺文，也毋过嘛是无对公投案表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国民党应该有国民党的立场。台湾、美国、日本三边印太安全对话早起举行，总统蔡英文历史强调，无任何压力会当来影响台湾对民主的承诺。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昨暗坐专机飞来台湾，有风声讲伊是专工来抢台积电3奈米的晶片。新闻车先来看，咱过来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有增加在境外病例哦。另外，对今仔开始有头一批旅客使用春节检疫专案返来台湾，相关的人数甲规定，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没有本土病例，也没有死亡个案。不过境外移入有10例 ，A 方案14加0加7的人数有177人。那 B 方案10加4加7的有92人。那 C 方案的有7加7加7那有557人。那总数今天到现在11点的统计是826人。居家检疫，它就是有在里面1人1户当然他不能出门，也不能有人来。那1人1室，他同住的家人有打过疫苗的，那也要维持基本在家里面的一个居家戴口罩等等的那不能共用预测。在全世界的一个主流的意见还没有人认为说打疫苗会把保护力降成对上这种变异株变成0的，大家的共识都是会有所降低。那能够的话，及早打第3剂可能会增加保护力。那另外再来看，对立委高嘉瑜去卡动手的林炳初争议是未少。台北市员游淑慧嘛指控讲，林炳初伫台北甲台中2位主莫德纳疫苗，也毋过伫咧注疫苗迄当时只开放50岁以上的老大人会当注射，也毋过林炳初才43岁，一定是有特权哦。帮伊注疫苗的核心病因是强调讲，伊是使用春的疫苗，并无违反规定。委员请教一下，知道林炳书他有同时劈腿吗？民进党立委高嘉瑜照常上班，面对咱咧问的问题，无想要加讲啥，甲部案咧按外案继续耍咧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指控讲，姓林的嫌疑犯伊来注这款特权的疫苗。根据卫生局调查，小豪兴当天预约来报道要注的人数有85人，也若注专剂有20人，拢总是开7罐疫苗，拢总互105个人来注。平均1罐注15个人，照理来讲应该是开到第6罐就有够个啊，还佫会剩5剂。不过到尾啊开到第7罐，剩的剂量还佫有20剂。小核心是上午搞1瓶，下午搞1瓶。那如果他一天3班制，他不就搞出3瓶残剂了吗？那所以很多人是不是就用这种东西来取巧，无限去扩张残剂的解释，跟增加残剂的量，最后都变成公关剂。游淑慧表示，指挥中心对残剂的定义真清楚，就是一天最后1罐剩的量。不过院方因嘛来驳回讲，唔是讲全部7罐拢伫咧共一针。43岁姓林的嫌疑犯是以原来一个带做伙护理师的查甫朋友的身份来做残剂。伫迄当阵，员工因填写的是带做伙厝内的人需要注残剂的意愿，逐工会来评估现场住的这个状况。残剂注伫每一个人的身上拢是有符合规定，唔是特权。依照中央的1瓶打13个人的话，85个人还是要开7瓶，只是因为我们比较会抽，所以我们就有比较多的残疾。就是残疾，我今天要随便打路人、打游民，我们都是可以打的。诊所所提出的相关的这些资料，看起来他这个疫苗的这种残疾的接种是合理的。外口咧传讲姓林的嫌疑犯是卡达相存，和高嘉瑜甲何欣5生的这个女护理师来带做伙，2个查某拢是受到暴力的威胁。对这件代志，何欣的院方表示讲，这是个人的隐私，无方便讲，嘛讲了袂透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昨伫面册铺一篇将清理正长的文章，强调讲公投应该就事论事，无应该变作是对人无对事，毋是朋友就是敌人哦。最近外界拢正质疑侯市长对公投案的立场，文章内底无写着，所以哪里拢有无共款的解读。侯友宜是强调讲，伊尊重人民做主，也毋过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讲，国民党应该爱有国民党的立场。
12月18就要公投啊！一直拢无表态，新北市长侯友宜13暗时啊，伫人面册发一篇文章，表达对公投的态度。强调讲，公投无应该真做干那乌白问题，应该爱就事来论事，哪会演变做对人无对事，要甲敢若选举共款互相对立甲冲突。文章内底看无甲国民党共款4个同意的论述，引起讨论。侯友宜搁一概强调讲，这甲伊3年前参选新北市长对人民的承诺是共款的。我写的那个内容，就是我当时在3年前出来选举写的内容，所以其实内容是没有变，因为那是一个人民做主的核心价值，只要经过理性科学的论证，我们大家由人民做主。侯友宜强调讲，伊已经讲甲真清楚，尊重人民做主，让人民家己做决定。针对侯友宜公投表态，内力的解读是拢有无共款的立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讲，国民党一定要有国民党的立场。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立场，在野党有在野党的天职。在面对这么阿把的执政党的时候，我们不站在民众的身边，我们不跟民众站在一起，谁跟民众站在一起？侯友宜加做拿赢重要的县市首长，伫2018年新北市的选举摕到116万票，拼过朱立伦伫2014年的95万票。这届4大公投，新北市有342万外符合资格选民。侯友宜对公投的态度嘛，去互放大来检视。记者综合报道。佳人协和电厂4台石油的机组陆续要退休了，嘛准备要搁新起2台烧天然气的机组，甲第4天然气接收站，目前是进行环评。早起有在地团体甲佳人市议员伫市政府头前开记者会，因批评讲这个开发案是正粗鲁的能源转型，会破坏7万外丛的山湖，要求市长林右昌爱表态。开宣传车来搬来山湖地区，保育团体甲3个佳人市议员来到佳人市政府面前，指出协和电厂新建计划开发案要填海造陆的面积有18.6公顷，会直接甲7万外丛山湖带调，加上开发案的土体效应，会让外木山渔港到大武仑沙埔规段天然海岸消失。就是政府应该要积极的要求台电。面对替代方案的可行性，积极的捍卫我们能源转型的正义。协和电厂有4座燃油机组的陆续除役，新建2部高效率的燃气机组，嘛要兴建第4天然气接收站。有佳人市议员批评这是粗残的能源转型，毛议员批评台电和佳人人上烂的方案，因绝对无接受这叫做上适合的方案。结合店长自己就有5个要除役的除油槽。5个换2个，找不出空间来，用12页跟我们说不可行，然后坚持一定要用这么烂的方案，把我们的珊瑚全部填平掉。顶前民众现场合手听海，要佳人市长林右昌表态，是不是敢小想听到海的口的声音？台电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视啊，我相信他们也就未来填除的一个最小的面积啊，怎么样让面积极小化？在努力当中，所以我想，就市政府的角度，我们就是不断的要求跟督促。佳人市政府当时嘛发声明指出，支持能源转型，尊重专业评估，会继续要求台电提出尽量降低环境影响的方案。但批评3个议员选择到市府门口作秀不可取，嘛找唔到对象，更加指出无经过申请集会，知法违法，使人违宪。记者林文平要做 SNG 小组佳人报道。今年的台湾、美国、日本3边印太安全对话早起举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是以影片来发表演说，伊强调讲台湾展现捍卫民主的现实。日本跟台湾、美国3个国家共款的所在，就是袂失去对自由人权的信念。咱的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阵嘛，强调讲无任何的压力会使影响到台湾对民主的承诺。咱个外交部长吴钊燮嘛头一届将对尼加拉瓜甲台湾断交做出回应。2011台美日3边印太安全对话再起举办，总统蔡英文亲身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透过影片来发表演说。安倍晋三提起美国总统拜登捌讲过，民主唔是拄好就有的，咱来保卫守护，也爱为民主来战。阿拉台湾都体现这个信念。On that account, few nations embody that reality better than Taiwan. That is
to never ever lose our faith in freedoms, in human rights, in the rule of law, and in democracy. For ou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to do the same, to cherish democracy. 蔡总统致辞的时阵，先感谢日本、美国等等的国家，在疫情关键的时阵，捐疫苗给台湾。台湾虽然地头小，不过对区域甲世界来讲，拢真重要。会继续坚持对民主的承诺，而且无任何外部压力会当影响台湾。No amount of external pressure can shake our efforts and commitment to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and particularly partnering with an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community.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to maintain a secure, peaceful,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尼加拉瓜甲台湾断交了后，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头一摆出席公开活动，伊对断交也做出回应。伊批评中国趁美国咧办民主峰会时阵，对咱台湾的邦交国出手。在举行民主峰会的时候，那中国是被排除在外的，中国是一个目标也因此中国也挑定了这个时机来针对我们的邦交国下手。我想大家都对中国也会加以强力的谴责。吴钊燮强调，即摆断交的国际情势背景是民主甲威权两边咧互相对决，看尼加拉瓜和咱断交实在真贴心。外交部人员已经尽力啊，后续铁管人员安排甲双方的协议等等，即阵拢当咧处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明年开始的新制度是调回15000个人接受14天的教育调级。国防部的统计嘛显示讲，过去8档退伍的阿兵哥有58万外人，其中638万人毋捌互调回。国防部是强调讲，这拢是电脑选的，基本上愈慢退伍的人会优先先互调回。两岸情势紧张，国防部强化后备改革，明年具制新制教条做伙来。当中有差不多15000人接受14天的教调新制，民众会当上网来查。国防部秉持后退伍先教调的原则，不过根据统计，这个数据差真大。过去8年来，退伍的义务士兵因有58万外人，有38万人，也就是有65%，因拢毋捌去互教调过。这内底有10万外人是互教调第一遍，这款的情况嘛发生伫个义务的官兵甲士兵，因拢总有36%甲45%，拢是毋捌互人教调过。目前在后备战力的改革的做法上面，将增加5个新训旅以及3个训练中心，未来可以大幅提升后备军人教招的训能以及训量。在新式教招的做法上面，也是以后退先用的原则来办理。针对最近3年退伍的这个义务士兵，因有超过90%拢毋捌互教调过，安尼互教调机制公平性，互人咧怀疑。国防部定性讲，教调是采取电脑咧选员，嘛会针对后备部队的军事官来编列管制8年的限制，甲放人到12年。另外，国防部10时宣布讲，111年招募的这个班队，估计会招募20703个人，内底以志愿士兵是上大主的。估计会招募14221个人。外界较担心的是讲，逐英年这款教调的效果甚物款？国防部表示讲，今年会有95%的成绩。现行兵役制度系采募征并行制，役男依法接受军事训练，完训及纳入后备列管。第二点，后备军人可满足后备部队暂时的兵力需求，达平时养兵少、暂时用兵多之效益。国军朝向募兵制来发展。志愿役的士兵来乘做台海防卫作战的主力。不过，伫个役期间有4个月，这个军事训练役，未来是要伫个部队扮演甚物款的角色？对这件代志，国防部回应讲，役男入伍了后，经过专长的训练，乘做合格的战斗兵，退伍了后会甲纳入去后备部队来编管，过来结合新式的教条来维持后备战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为特别掠毒品哦，海巡署佮警政署等单位做伙在查网络围堵，最近一波哦，拢总是查扣500公斤的毒品，嘛掠到2700多人。广播来叫船只唔通震动，海巡人员了后，佮上船来查，果然伫个货舱内底去查到大批的毒品原料。除了讲这个
接毒犬来斟酌甲查，还佫会当看到讲是毋是有携带其他的物件，要来甲这个走私人员甲因带落船去做检疫隔离。也若这一边海巡署、警政署拢总有6大缉毒系统，因联手来咧执行扫荡毒品的这个原料走私和网络顶悬咧卖毒的行为，拢总有查到一档的这款新毒品喵喵的这个制毒原料，也佫有将近1200袋海洛因装的这款走私，而且还佫有查到500多公斤的 K 他命。在108年、109年的毒品查获量都超过了8000公斤以上。那么非常感谢法务部。也感谢台湾高检署及各缉毒这个机关。大麻在成长，那另外新兴毒品呢，喵喵也在成长，也都在成长。但是吸食的这些对象都是年轻族群的。这边查缉的专家拢总有查到2784个人到案，会使讲是真有成果。不二个检调嘛发现讲，大麻走私甲这个数价的案件，无检颠倒的较济，嘛强调讲。有不法的这款卖毒的人，一直咧宣布讲卖大麻会来除罪化，这个错误信息一直咧甲传，法务部嘛来驳回讲，绝对无这件代志。不正确的讯息说，政府可能把大麻会除罪化，但是我在这里郑重的宣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充分的展现了这个截毒于关口跟缉毒于内陆我们这个6大查缉系统的一个密切的合作法务部特别强调讲，不管是大麻、海洛因、K 他命，也是讲喵喵这款新毒品，便若是去吸到，也是讲有去甲数价，安尼一定会终身乌拗兼后悔。特别是少年的学生啊，千万都唔通去甲吸到去数价，都要爱惜家己的性命，嘛爱珍惜咱厝内人对咱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拢在抢晶片哦，国际上嘛拢在抢咱台湾台积电的产能。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昨暗坐专机飞来台湾，伊嘛先录影片来说明。伫影片内底哦，伊强调讲，英特尔甲台积电是有正歹的合作关系。外界风声讲，基辛格即届来台湾是专门要来抢台积电3奈米的晶片。13暗，记者私人飞联机飞到桃园国际机场，经济部证实入境的人，就是半导体大厂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透过防疫专案模式来台。基辛格也特别有录一段影片，说明即摆来台原因。Shortage that we are all grappling with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not only of semiconductors, but of supply chains. Our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with TSMC. TSMC has unlocked the magic of silicon for us and others in the industry in so many ways. 基辛格低调来台，这个期间未公开行程。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讲，双方未见面，也毋过定义基辛格想要阻挡美国政府对台积电去美国建厂提供补助，要公开批评台湾是一个无稳定的所在。也毋过即马话一转，强调甲台积电的合作关系，佫较讹落台湾是科技宝岛。Taiwan, home to an entire vibrant ecosystem that weaves together technology together as a hub in our industry. It is nothing short of amazing what Taiwan has become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我想它应该是会有很多面向的一个这个讨论嘛哈。那至于他邀请的厂商，我想台积电应该包含在这里面这样子。基辛格亲自飞来台湾，想要解决明年晶片供会危机。外界认为，英特尔将甲台积电确定3奈米制程订单。电工会表示，2022年的下半年欠晶片的问题都会改善，电子大厂供会会慢慢的正常。当然是有点影响，不过我们也觉得有在改善，而且明年上半年开始逐次改善，下半年应该就恢复正常。电工会也有讲，随着需求增加，看好台湾电子供应链出货动能继续成长，尤其是5G、IoT 应用晶片需求量大。若讲无疫情变数影响，2022年电子业的出口将继续带动台湾经济成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的就业服务处今仔举办餐饮业专案的征才，有15间连锁的店家哦，提供1100个机会，主管的薪水哦是有到5万块，兼职工作机会嘛有400多个，地点兼职的薪水哦上侪是有230块。现应工课参考手册，看敢有适合的工课。
已经退休2年，佮有餐饮编辑相关证照证书的负责人，伊感觉讲身体要真勇敢，所以决定出来佮找头路。20年前我就考到那个丙级的厨师，对我来讲蛮有信心的啦。还佮有这个叶小姐，因过有伫咧连锁素食店做工课的经验，即马疫情较转好了后，嘛决定过来引头路。我觉得服务行业主要的是服务好，然后吃苦耐劳就可以了。新北就业服务处10时举办餐饮业专案征才，包括一风堂、百老大、王品、享食天堂、魔术汉堡甲、85度 C 等15间真有名的连锁店，拢总开出要1100个课。我们不受限于年龄或者是学经历，本身的话，只要积极有笑容呢，有热情的话，我们都非常欢迎加入我们。明年大概会展店到10家店。如果以我们的那个服务人员来讲的话，我们的起薪是3万5。在升迁的部分的话，我们很多的店副理啊、店主管也都是从基层慢慢上来，因为我们的规模是一直往上扩大。新北就业服务处表示，今年第4季餐饮业是真欠卡手，加上圣诞、下年、休寒甲新正煞咧到位，厂商引人的范围包括都比干部、区域经理、内场、外场的服务人员。其中都比干部的薪水有到5万块，外场兼职的课嘛有421个。1点钟上悬有230块，无论是2度就业，或者是转读，学生要做散工的，拢欢迎加入。记者综合报道。一天平均有17000多人出力代替新北市的10颗车头哦，因为上车落车的月台真矮哦，人搁多，所以是真危险哦。有网友就讲这是一个恐怖的车头，地方民代要求今仔是要求交通部去车头实际看卖的，铁道局嘛表示讲会赶紧来做改善。过站无停的普悠玛列车真紧驶过石科站的月台，旅客想要闪都爱注意，因为月台伤矮，尖峰通勤时间佫较是无所在通闪。当地民众讲，逐工上班时间人坐甲真惊人，根本就是胸坎搭着靠车片的单车。早上有我们住宅区要往台北去的，然后从基隆来要来这个厂办大楼上班，或是从台北来要来厂办大楼上班，所以这月台上早上真的是超夸张的。我希望那个不停站的快车要稍微减速了，他们开得很快啊，往往呼的一声吓一跳。辖这地区通勤需求大，石科站是2007年12月代替新设的通勤车站。2008年，逐工进出站平均1400人，当年成长到去年逐工17608人出入坐车。当地民代一直接到民众反映，车站月台的动线无好，有安全的顾虑。交通部早起应邀前往会勘，答应由铁道局进行暂替改善。苹果设置避风停单区，甲拓宽出站楼梯，增设出口疏导人潮。另外，未来经过设置的家人坐群，因为北地无够，将袂甲石科站共站。它未来在这个地方会变成系东还有基捷会在这里当一个分叉哈，一个是往东湖，一个往南港，两个不会在一起。最近一直出现问题的代替，早起伫通勤时间，佫发生号志异常事件。早起8点30分，板桥站东线下行出现异常信号，伫8点42分收复，造成6列厝万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个春节专案检疫新制度，今仔上路，一直到明年的2月14哦。早起因为一寡旅客哦无了解检疫流程，伫机场大细声。有专家真烦恼讲 Omicron 突破性的感染几率是真高，所以建议旅客哦伫解除隔离之前哦，爱去做一届的 PCR 体检。春节检疫新制10时拜二起上路，非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者会当选择10+4还是7+7检疫方式。头前住伫防疫旅馆还是集中检疫所，经过 PCR 采检阴性了后，才会当登记厝完成村的检疫期。新制上路第一天，就有不少咱国民众反台。回国已经很累了，回家的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啊 ！OK， 程序上太麻烦了，就对了。复杂了。那部分旅客对检疫流程无清楚，也有专家烦恼。Omicron 已经成做全球主流的病毒株，就算是注疫苗，也可能发生突变性的感染。建议旅客该隔离进前，上好搁做一摆 PCR 体检。当他一个人在家，或者他最后7天的时候呢，其实
就怕他有时候会忘掉他的一些隔离的规定，就会接触到一些人啊。那这个时候当然就带着一些风险。此外，英国医学期刊上新的研究出来，自2期 AZ 28天了后，提血清去中和病毒，结果发现中和 Omicron 的能力会当50降到0。自2期 BNT 的人虽然也有下降，不过对 Omicron 犹原有一寡保护力。对此，国内专家认为，目前国外研究显示，任何厂牌疫苗自2期对 Omicron 会当讲拢无效，建议追加至第3期，保护力才会当提升到7-8成。AG 加 AG 的效果不会等于0的。你如果是一开始是打 AG 疫苗，你刺激了 T 细胞的反应，然后再追加其他的疫苗的话，相信可以引起一个相当好的免疫反应才对。疫情指挥中心强调，春节检疫方案的总天数14天无改变，后壁也阁有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呼吁转来的旅客爱落实。同时呼吁民众量早做疫苗，万一有病毒入侵社区，也会当降低重症还是死亡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大拢也准为着 Omicron 还被重症，也毋过伫英国出现头一个死亡的案例，所以伫英国的伦敦有真侪注射站要来注第3档的民众排队是排甲落长。讲的感染 Omicron， 毋但是伦敦真侪注射站排甲落长，出来用的快筛试剂也真歹买。国民健保服务 NHS 伫推特公布，系统真无行，请稍等或者是人工才试。I think you'd be silly not to be worried by it. 被认为究竟是造成轻症的 Omicron， 即马伫伦敦已经出现死亡的病例。政府本来讲伦敦的感染者有1/3是 Omicron， 一天后煞快速增加。Here in the capital, it probably represents about 40% of the cases. Yes, Omicron is producing hospitalizations, and sadly, at least one patient has now been confirmed to have died with Omicron. 英国自11月27出现第一件 Omicron 确诊病例到即马，采取更加严厉防疫措施，希望民众赶紧做加强针，避免医疗体系崩解。We expect it to become the dominant COVID-19 variant in the capital in the next 48 hours. There are currently 10 confirmed people in England who have been hospitalised with Omicron. Third dose is 70%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symptomatic infection. 虽然专家也搁伫咧研究 Omicron， 不过已经知影注2剂有防性无够。If you get another dose of the Pfizer vaccine, for example, you see a really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antibodies. And that then is much more likely to provide cross protection against Omicron. 英国科学家上新的研究发现，注2剂有防性无法度产生有够对抗 Omicron 的中和抗体，也就是为什么进行白感染或者是做过疫苗的人也是会感染。不过相关研究也未经过专业的审查。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以色列总理班奈特昨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阿布达比，甲王储穆罕默德见面哦。这是历史上头一届有以色列领袖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实际统治者公开见面。以色列驻阿联的大使伫2个人见面之前表示讲，双方是一定会讨论到伊朗的问题。以色列总理班奈特面带笑容，和阿拉伯大公国的王储穆罕默德握手咧相招问，这是历史上头一摆以色列的领导人和阿联正港的统治者公开来会面。穆罕默德伫咧私人的宫殿内底，和班奈特来咧会面。班奈特正做历史上头一个伫咧在任期间来访问阿联的以色列上关卡的领导人。אנחנו במהלך היום דיברנו על החוזקות היחסיות של שתי המדינות. והמטרה שלנו היא להרחיב את הקשר, שלא יהיה רק שלום בין מנהיגים, אלא שלום בין עמים. 以色列甲阿联的关系，伫去年美国来超测了后有正常化。阿联正做伫隔壁国埃及甲约旦了后，第3个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当前世界相关国家拢想要来恢复伊朗的合资协议。阿杜巴比伫个顶礼拜嘛派特使去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不过美国的代表团估计伫个即礼拜会来到阿联，来提醒讲来遵守对伊朗的制裁。根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驻阿联大使海亚克伫个即个会议进前表示讲，伊朗的问题一定会搁再来出现。即边会议的议程嘛包含对伊朗议题，不过伊拒绝对两国讨论伊朗的内容来进一步做说明。I'm flying back to Israel. Very optimistic that this relationship can set an example
of how we can make peace here in the Middle East. 阿联通讯社报道的一份声明表示讲，穆罕默德希望中东的局势会当较稳定，班内德的访问会当来煽动两国的合作关系，希望会当对符合人民利益的脚步来甲花起哩。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美国《时代》杂志昨公布年度风云人物，今年是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红选调。《时代》杂志表示，马斯克的影响力唔拿伫地球向外太空哦，伊嘛在发展太空旅游，甲提升地球网络服务的新链计划，是世代上真重要的人物。电动车的头人公司特斯拉的创办人兼执行长伊隆马斯克，13号评选做是《时代》杂志2021年度风云人物。《时代》杂志强调讲，对马斯克来讲，伊的财产敢若是伊能力的附加价值。伫关系人类永续生存的各项领域内底，伊毋但看了真远，而且有法度做别人做袂到的代志。12月初，伫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阵，马斯克就讲，对人类做出贡献是伊上界愿望的成就。Which living person do you most admire? I think anyone who's sort of doing things that are really useful to the rest of humanity is I admire them greatly. 今年50岁的马斯克，因为特斯拉这几年来市值大起60%，互伊拼过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将做全球上界好业的人。伊的财产有到2970亿的美金，差不多是8条的新台票。除了特斯拉，马斯克嘛是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佮带领大脑晶片公司甲基础建设的正康公司 SpaceX 投入济太空计划，积极参与美国的太空任务，嘛推广太空旅游。伊的星链计划发射低轨道的卫星，提升地球网络服务的品质，互伊影响力超越地球，拓去到太空。时代杂志每一年都会选出年度的风云人物，无论特定的人或者是团体，因的影响力是正面或者是负面，拢对过去这一年的社会史甲世界发展有真深的影响力。去年的年度风云人物是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甲副总统贺锦丽，因若透过 mRNA 的技术，用上紧的时间研发出新冠疫苗的4个科学家，这个成就会当讲是奇迹，对全球嘛有真大的贡献，所以选做是年度时代英雄人物。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过来消息，咱过来看，最近高雄佮桥头两个地方法院传出有38件毒品案哦，认定有争议，有11件后来是解判无罪。传出讲有可能是检验单位高雄医学院的检验设备还是技术出问题。若说确定讲是高医出包哦，民众是会当来申请赔偿。透过机器检验药物30秒就当判断，这是高雄医学大学5年前推出的机器，当时讲无排除甲其他的单位合作。不过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的综合病院所传出协助南部的司法机关来检验的过程当中，有真侪个甲3级毒品判断做2级的毒品。验尿报告显现的也是3级，但是他持有那个毒品验出来是2级，所以法官就因此而在送法务部法医研究所做复验。那法医研究所那边发现，那个确实是3级毒品，高医之前的那份检验报告是有误的。高雄地院证实，为去年11月到今年4月，上少11件本来有罪，后尾解判无罪。桥头地方法院接受1件，但是包括了地检署接受38件互起诉，两院初步估计26个人互判唔对。高雄地方法院表示，已经甲高医来通知，而且后续有请法医等专业人士来指导，嘛无排除可能是高医的检验技术，还是检验的设备无够。如果你之后才发现，然后反而是我们需要被判刑，这样不太合法。就高医来讲，他们公信度很高嘛，对不对？那司法单位应该会很相信他们的判定。那如果影响到，或许是毒品的使用者是犯罪的啦，哈。可是犯罪你要审判也是有公正性啊，哈。依照法律，若是有2级毒品，会当处2档以下有期徒刑；但是3级毒品爱顺度定当有超过5公克以上才有升级。检验的结果是影响着判决。民众认为高医伫南部是有公信力的病院，无应该有这种疏忽。若是持毒，嘛应该透过正确检验，还阁来审判。目前南部的司法机关还阁咧清查，还有遗漏。若是确定是高医出包，民众嘛会当申请着冤狱赔偿。高医的部分，即是下晡才会对外来说明。记者王刘婷、陈坤报道。
再来看台南一个8岁查某囡仔，昨早起互有倒的蛇咬着，家长是赶紧将囡仔送去部立台南病院的生化分院哦。也毋过病院是讲因无儿童的病房，爱因转去医学中心，互家长是真不满哦。也毋过生化分院是表示讲，小儿科的部分因确实无够，会来检讨。台南有一个8岁查某囡仔，13透早去互送到台南病院生化分院急诊。家长讲囡仔是去互车尾带夹着正手的手盘，毋过病院检查空喙了，刷了无儿童病房做理由，建议送到医学中心处理。家长认为病毋但无处理，佫会推责任。针对这件代志，病院也出面说明。评估过以后，那因为他的生命真相是稳定的，那再加上说这个青竹丝被咬到以后，他并没有马上的一个生命的危险。医方强调，病院拢有传出性甲神经性的血清，要处理蛇咬着的空喙并无问题。不过，若是去毒蛇咬着的，就有可能爱带去观察。生化分院因为无儿童病房，为了后续的效果，才会建议囡仔转院。台南市卫生局也表示，一切会尊重病院的专业。那在我们的这个病房这边，那也没有说儿童的病房需要住院，那有这个专业的医师可以去照顾他。如果遇有毒蛇咬伤，请直接拨打119协助就医。7家急救责任医院都备有毒蛇血清，可以供紧急使用。卫生局是呼吁，若民众万不离去毒蛇咬着，也是建议卡119送医。生化分院是强调，随后这个囡仔已经转送心内病院医治，要继续关心医疗进度，后续会针对儿童病伤处理不足所在，搁再检讨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社中社火灾2个月咯，大楼会伫10日来拆除，未来会来变做是公园哦。也毋过有附近的民众是建议讲，会当甲建国4路派出所搬来遮。干部局回应是表示讲，因为这附近哦拢无公园，所以按照本地计划来进行。高雄社中社大楼外口已经互铁皮围起来。14号一透早顶悬传出动工的声音，敢若是有厝主找人来施工。社中社大火到即马已经满2个月啊。干部局准备伫16号拆除大楼，工期大约4个月。我们是选择区段征收，给政府去征收，因为我们假如要以地换地，要到七贤国中那边哦，我们觉得划不来啦。伫社中社占地将近1/3的吴姓家族。决定接受区段征收，已经甲市府有共识。市府规划拆除大楼了后改建公园，但嘛有人提议，希望将附近倒伫细厝的建国4路派出所搬过来，新租金阁有安全感。啉酒的啦，还啥，伊个拢总伫遐，变成拢住伫遐，我感觉伊甲拆开吼，做公园吼，还是叫警察来遮一个据点，真好啊。去公园就一个所在，我知老大人多啦，因为遮老大人足多啦。附近居民看法无共款，干部局回应表示，考虑到附近拢无公园等公共设施，社中社会照原计划改成公园。若是居民有派出所，也是里面活动中心等需求，会使到另外找地建设。记者陈焕武、柯建俊高雄报道。今年上半年可化严重，水利署的资料是显示，今年的5月份，云林县地层下陷的面积有502平方公里。后来是利用落水溪水源来做补充，地下水位才豆豆回升，下陷的范围嘛减少了400平方公里。也毋过去年是其实只有103平方公里。外界是真烦恼讲地层下陷严重，会去影响到高铁的行车安全。今年上半年因为少落雨，造成云林地区地下水位下降。根据水利署地质下陷监测资料显示，5月份时，云林地质下陷面积达到502平方公里，比去年下陷103平方公里搁侪4倍。后续建议透过落水溪水源补助592万吨水来改善。水利署全国有825口的这个水井在做监测。那当然，因为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百年大旱，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水井水位是偏低的，所以我们很快的就是从浊水溪的北岸，在西螺这个地方，然后做这个河槽水库来做一补助。那目前从监测的资料来看的话，各井的地下水位逐步的在回升之中。水利署表示，云林地质下陷的区域包括在的乡镇，但经过水源补助9月个监测，
下汉民计所减存401平方公里，卖限地方政府针对高铁行驶安全、产业发展限制方面的资源补助，推动地闸下汉风地开阔。我们希望在我们高铁沿线能够种植节水的作物，所以今年我们也媒合了所有的农民我们种植了88公顷的高粱在用水方面减少很多的用水量那我们也希望像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计划能够逐步的推广。文管府表示，这几年为着要减慢地闸下汉，管府推动地下水井的纳管，江野区的少用水，将来农民转种新水的作物。但拄上百年大欠水下限阁增加，希望中央会当检视水权合理的分配，来延慢地闸下限的速度，以确保高铁行驶的安全。记者为您报道。花莲县政府开上夜伫凤林起一间使收容300外只流浪动物的收容中心，今仔开幕。也毋过因为地点离市区真远，有薪水等等的问题，到当阁找无兽医。因为旧的流浪动物中途之家会当收容的量无够济，所以花莲县政府特别伫2019年，甲中央申请1亿3千万，伫凤林镇林营里起一个收容狗仔甲猫的园区。外口看起来是真奢华，内底哪像高级病院同款。里面有多了宠物美容室、行为训练室，我觉得这很棒，因为这个是国外其实一直都有实行这样的收容方式，真的可以大大增进民众对于认养动物的意愿。不过，这离市区伤过远，加上薪水无悬，县府招募兽医年外时间拢无人来报名。目前是先借调一个动食物防疫所的兽医，先暂时代理。不过，若是收容的动物数量已经到进步的350只，都需要4个兽医，卡手明显无够。我们目前的人力缺乏的部分，大概已经报那个国家考试了哈。那在现阶段来讲，已经调派我们所里面的人员。我们明年的部分也会跟动物医院来做合作。另外，花莲顶一日发现有人偷死流浪狗的事件，这嘛凸显花莲流浪动物的问题。根据县府的资料，光是流浪狗就有6000只，嘛无可能全部掠起来安置。政府应该更加严谨或更加努力的去实施 TNR 政策。或者是让安乐死这方面的方案能够更加妥善的执行。流浪动物去用偷袭的代志，大大影响花莲的形象。县府强调讲，目前敢若会当加强掠起来做节育的手术，关闭野放的 TNR 政策。要真正阻挡伤害流浪动物，也是爱为教育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新住民有59000外人是全台湾新住民第5个都市，也毋过有人是反映讲，市政府相关的资料大部分拢只有中文甲英文2种的语言会当选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会来改善。市里去台中市政府的网站，想要了解新住民的资讯，不过网页拢是中文，敢若英文版的会当换。掠民政局的新住民专区做例，甚至该试入去了后，下载无共语言的 PDF 档案。台湾新移民协会认为讲，网页的使用并无优先，也互台中的新住民来接收资讯的时，比别个县市更较慢。中文啊、英文啊，没有其他语言，所以我们变成我们都要去帮忙去翻译。有很多信息，我们都透过就是南部的姐妹，她们比较事先知道，还有她们都翻译好。来看高雄市府新住民专区的网页，除了中文甲英文，还有东南亚6个语言。台南市府也有4个东南亚的语言会当选。民政、社福、教育、卫生各种业务拢是整合伫同一个网页。根据台中市府的统计，到今年10月份，台中新住民有59497人，是全国第5个。面对外界对网页的批评，市府相关局处承诺讲会改善。快易通的标题处仅有标示中文，那为了要使新住民呢能够方便搜寻，那民政局呢而后也会在各个版本的标题处来加注其原属国的语言。台中市府表示，市府相关的网站确实有改进的空间，会赶紧来看各局处的资源来重新规划网页，让这寡伫他乡的新住民有一个专门的对口，会当得到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位伫新北市新店的国家人权博物馆，白色恐怖精密纪念园区是正重要的历史地点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园区为着要整理环境，甲一寡有纪念价值的树仔，毋是撤掉，就是刷走实在是真无尊重这个所在的历史意义。很多的树木，它其实不见得需要被移除的，我们不知道它移除理由到底是什么。
提出干部内底相片，拢是民间团体伫白色恐怖金尾纪念园区所翕到老树风扑掉破坏的景象。白色恐怖受难者种下的树，这都是超过50年的老树，不应该是砍除或者做移植，在人权园区里面应该都是原地保留。公有土地上超过30棵变动的树的时候，都一定要送到我们新北市树保委员会审议。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程序。民间团体指出，这个树仔甲历史建筑共同见证白色恐怖时代。不过，人权馆提出的移除仪式计划书，伊需要配合博物馆建筑风格等理由移除，互人无法度接受。而且这摆时间违反计划，连有一寡要仪式也是无伫规划中的树仔，拢互扑掉破坏。没有确认这些树是不是会提供保护，还没有确认相关的这些争议之前绝对要先停工，要把它恢复成1980年代美丽岛大审的那个时候的旧有的风貌，有265棵的树木移植。原地保留为最大的原则，移除的24棵，它其实是危害历史建筑物的一个安全，或者是本身树木上已经有这个生病的一个状况。文化部也澄清，园区景观工程是为了要复原历史场合情景，并不是破坏。部分的树仔因为有危害建物甲公安才移除，并无包括受难前辈所栽种的树仔。后续会全面清点园区的树仔，强化保护，搁依相关条例主动提报资料，送主管机关审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的水南是台湾上大的旱季的产区，产量是占全国5成左右。今年水南乡公所嘛举办旱季文化节，因为前灯河现场通试食，嘛阁有一寡动手做的活动，要来推销在地农产品。黄金色的番薯肉看起来是绵个 Q， 这是大龙57号番薯，也号做黄金番薯。除了直接烘来食，也真适合摕来做番薯酥等等的刺绣啊。云林水南乡公所最近举办旱季文化节，以创造新黄金传说做主题，现场有通试食，也有体验手工的活动。办得还不错啊，蛮热闹的。水泥地瓜很甜，然后蛮绵密的，很甜，真的很甜又 Q。云林农业的种植面积是全台湾第一，也那水南乡是国内旱季上大的产区，产量大约接全国的5成。当年11月开始是采收的季节，公所也伫这个时阵办相关活动，现场唔那旱季，窑口的黄金乌鱼子通试食。水南是咱全台湾迄个种植旱季面积上大的，咱水南乡这边所种植的这个旱季上济量的部分，就是台农57号，就是咱讲的迄个黄金树。固定伫这旱季开始要生产出来，这个季节拢伫这来办一个旱季节，来推销咱水南的旱季。水南乡公所即摆举办旱季文化节，民众伫现场通食到旱季、乌鱼子，也有黄金博物馆的手工体验。公所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推广在地特色，也行销本土农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的台湾设计展20时要伫嘉义开幕，嘉义市政府嘛掌声邀请一寡参加设计展的在地店家来发表因产品的新包装、新设计，咱做伙来看卖。各种包装设计加水的商品，拢是这届台湾设计展嘉义市政府辅导转型的在地企业的产品。嘉义市政府13举办台湾设计展的开展记者会，现场小介者的产品设计加生活结合，文化跟设计融合进来，不止跟设计融合进来，还带入了我们的产业，让我们产业的附加价值提升。12月24日，伫嘉义举办的台湾设计展，计共有嘉义旧家业、林体制裁所甲嘉义文创园区3大展区，目前3个所在拢无因咧报答。主管文创园区设计的主题是“拄好的精神”，希望介绍嘉义这座空间、时间、生活拢拄好的城市。在12月24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来到这个城市，看这个城市的亮点，也看到台湾设计展展现的能量。除了平面的展览，主办单位嘛特别结合艺术活动，邀请在地表演团队阮剧团，伫嘉义市旧城区一寡景点头前，用宽景剧场来演出。希望互来看展览的民众，除了了解家己设计的未来，嘛会当入捌在地深度的文化。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
比利时19岁查某飞行员扎拉，今年8月份对比利时出发哦，伊是用轻型的飞机要射地球一日哦，前2天伫南韩，今仔会飞来咱台湾。这个驶超轻型无人机是今年才19岁英的比利时查某囡仔扎拉塞夫，8月18为比利时飞向英国环球飞行。按算航程是超过5大洲52个国家，里程数会超过5万公里。这个月11为俄罗斯海参崴飞到南韩首尔金浦机场，当地飞行员特别去机场欢迎，伊会伫14飞来台湾。伊原本按算伫圣诞节进前完成这座环球飞行挑战。不过进前雨潮甲天气因素，伫美国甲俄罗斯各延误差不多1个月，互伊要飞回去比利时庆祝圣诞无希望。It has been challenging. So I was stuck in Alaska because of visa and weather issues for a month. I was stuck in Russia for a month because of visa and weather issues. And I mean, I was hoping to be home before Christmas, but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anymore. But I mean, it's an adventure, so. 因为疫情的关系，伊无法度入去市区拜访，不过伊用伫空中看每一个都市甲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圣诞节要到咯，咱来看德国西北部有一个民众哦，伊厝内有444丛的椰蛋树，每一丛哦是拢有无同款的主题，设计甲真用心哦。伊嘛已经保持几啊档的世界纪录咯，今年哦嘛是个拍破家己保持的纪录。门一个开开，看到内底拢是圣诞树，为客厅到房间，巷路到楼梯，每一个所在拢真有圣诞节气氛。住伫德国西北部的耶路比翁仔某，因10年来圣诞节拢会伫咧厝里装塔圣诞树。今年算的，伫咧差不多30平空间内底，拢总有444丛圣诞树，搁一个创下世界纪录。Das Rekordinstitut für Deutschland bestätigt den neuen Weltrekord: 444 geschmückte Weihnachtsbäume. Und das ist Ihre Urkunde.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Dankeschön. Super. Geschafft, jawohl. 耶路比因兜的圣诞树，每一丛拢有无同款的主题，有星际大战、超级英雄、甲黄色的阿米亚等等。因翁仔某从8月份开始，就咧布置遮的圣诞树，而且每一丛拢无同款，拢总用1外条的圣诞球，还佫有300条彩色的电火线。Bisher gibt es keinen anderen, der sein Haus in dieser ausufernden Weise weihnachtlich schmückt. Aber vielleicht wird ja jetzt der eine oder andere aufmerksam und sagt, ja Mensch, das kann ich auch. Ich habe ja noch von Tante Elfriede meine 500 Bäume im Keller stehen, die müssen jetzt endlich mal raus. Das wäre eine schöne Geschichte. 耶路比因翁仔某对装塔圣诞树的热情，目前是无人通甲因比拼。今年已经是因第4届创造世界纪录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